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嚟而家百科，我係 Raymond。Hello，大家好，我係 Nicole。嗯，最近啦，首相 Mark Carney 咧，咁佢喺國會咧就公布咗加拿大最新一個經濟嗰個預算案啦。其次嘅佢亦都喺嗰個 meeting 裏邊咧，其實同大家講咗咧，嚟緊幾年咧加拿大嗰個移民嘅配額同埋個計劃會係點樣樣嘅。咁所以希望今日呢條片咧，我哋都同大家咧剖析一下嚟緊幾年嗰個移民配額會有咩轉變啦，計劃會有咩轉變啦。咁啊，大家好關心嘅呢個 H&C 裏邊嘅 Others，即係香港個 pathway，究竟又會有乜嘢嘅啟示啦？喺新嘅計劃之下，咁大家又可以嚟緊自己嗰個移民計劃，又有啲咩可以新嘅部署啦？咁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咧係講解一下。嗯，咁不如而家先交俾 Nicole 同大家講一講嚟緊幾年咧嗰個嘅TR 嗰個計劃啊。好，首先講下 TR 臨時居民呢個類別。2026至2028年整體數目大概會係喺38萬，比起2025年嘅67萬減少近40%有多。當中最震撼啦，應該係學生簽證嘅削減。睇翻2025年學生簽證嘅配額大概有31萬個，喺2026年呢就得翻15萬5千個，即係削減咗差唔多一半。工作簽證就會維持喺22至23萬左右。睇翻過往嘅學生簽證嘅政策啊，一個人嚟加拿大讀書，伴侶可以申請工簽，小朋友可以過嚟加拿大讀書，所以咧人口咧就急劇膨脹。再加上以往咧嚟加拿大讀書好容易攞到 PGWP， 工作2-3年加個好嘅英文試，就可以經 EE PNP 呢啲計劃可以攞到加拿大身份。所以今次 Mark Carney 表示，過往嘅移民政策令到大批人湧入加拿大，造成住屋、醫療、交通系統都帶嚟好大嘅負擔。所以喺今次嘅2026至2028嘅移民計劃裏邊，政府要將移民回歸到可以控制範圍裏邊。咁而家交翻俾 Raymond 講下 PR 嘅類別啦。好啊。咁我哋亦都喺 IRCC 最新個網站上面睇一睇嚟緊幾年咧，喺呢個永居 PR 上面咧最新嘅計劃會係點樣啦？嗱，大家見到啦，最新嘅會講緊2026年出年啦，2027年去到2028年，OK 嗰個預計啦，個 projection 會係點樣樣？嗱，成個2026年咧，大概會係吸納呢38萬個新嘅 PR 嘅移民嘅。咁當中咧，其實亦都會有唔同嘅類別啦。我哋同大家講一講啦。嗱，呢38萬裏邊咧，預計2026年咧，大概9%，OK，可能3萬1千度啦。預計係會係乜嘢類別咧？會係呢個講法文 French speaking 嘅類別。OK，嗱，如果大家有留意咧，見到咧，其實喺今年2025年咧，喺個EE 裏邊抽講法文呢個 category 咧，其實都已經大概抽咗3萬幾個人去申請 PR 噶啦。我哋見到嚟緊去到2027年或者2028年咧，其實佢會繼續增加咧講法文呢個類別嘅，由今年由出年嘅9%啦，去到2028年去到10.5%嘅。咁個意思係咩？講緊意思咧就話嚟緊仍然加拿大政府咧係想吸納更加多識得講法文嘅新移民。OK，呢個唔係淨係講緊 Quebec 一個省份，呢個講緊係成個加拿大都需要一啲係講法文嘅新移民咁呢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啦，除咗你話講法文之外，喺2026年呢38萬裏邊，一個佔得比較大嘅比重係咩咧？我哋見到呢個叫 economic，即係經濟類別嘅移民。經濟類別移民咧喺2026年嚟緊呢一年咧，總共會大概接收咧24萬個新移民。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數目。你見到38萬裏邊咧，有大概咧大半咁講啦，都係會經濟類別嘅移民。乜嘢叫做經濟類別嘅移民咧？嗱，主要分幾大類。第一就係呢個 federal high skill。OK，好啦，我哋望一望乜嘢叫做 federal high skill 啦。嗱，呢邊其實有幾類嘅，包括呢個 skill worker 一啲現有喺加拿大已經有工作或者一啲加拿大需要嘅經濟類別啦。
OK，亦都叫另外一啲叫 skill trade 啦。skill trade 其實講緊啲咩？skill trade 就可能係屬於一啲比較叫藍領類別嘅工作啊。咁啲係需要一啲特別嘅認證啊，你去考到啲證書。我舉個例子木匠啊、水喉匠呢啲都為之 skill trade 嘅。咁第三類係咩？第三類就嗰啲叫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OK，正正就係咧，而家我哋係香港人，特別如果大家係 Stream B 又好，Stream A 又好，已經喺加拿大有份工作，甚至乎你已經加拿大工作咗幾年咧，咁就恭喜大家啦！你就叫做喺加拿大咧已經有一定嘅工作經驗，都係屬於呢個類別。咁我哋上翻上面少少睇翻啦。OK，嗱，除咗頭先講呢啲叫 high skill 之外咧，裏邊亦都會包括埋咧，另外有 PNP。PNP 咧喺出年嚟講咧，大概係有92,000個名額，AIP 都有4000個名額。嗱，呢兩樣頭先講緊啦，個 skill 加埋呢兩個PNP 同 AIP 嘅 program 咧，其實已經去咗大部分咧呢個叫經濟項目嘅類別嘅移民噶啦。咁所以大家而家除咗救生艇之外咧，都會多一個選擇。咁一陣或者我都同大家講多少少啦。好啦，咁除咗大部分嗰個配額會去咗經濟類別之外咧，咁當然啦，喺個移民制度裏邊仲有幾個唔同嘅類別嘅，咁包括有呢個 family 即係家庭團聚啦。OK，家庭團聚其實喺出年嚟講就大概有84,000個配額，咁呢個其實都係一路係調整向下調整緊嘅，一路都減少緊嘅。你會見到去到2027、2028年咧，進一步減少去到81,000。嗯，好啦。咁另外一個類別咧就係嗰個難民類別啦，個 refugee 啦，嗰個就冇乜變噶啦，大概每年都係2萬到。咁一個大家好着重噶啦，大家香港人個重頭戲就喺個 H&C 同埋 Others 呢個類別。OK，嗱，今年你見到佢嗰個政府宣布嗰個 projection 咧，就比較特別啲嘅。除咗 H&C 一個大類別之外咧，你會見到有個 Others。OK，Others 都喺成個 H&C 嘅大 category 裏邊，但係 Others 呢度講緊其實係乜嘢咧？我哋亦都去 IRCC 個網站啦，呢度望一望。嗱，見到 Others 裏邊咧，其實係主要分咗係3個國家嘅移民嘅申請嘅：Hong Kong、Sudan 同埋 Ukraine。嗱，呢度 Hong Kong 就講緊係就係正正救生艇 AB 類嘅申請類別。好啦，呢3個國家加埋喺個 H&C 裏邊，IRCC 好清楚話翻俾大家聽啦，歸納為 Others 呢個類別。嗱，2026年嚟緊喺 Others 呢個類別裏邊會有幾多配額咧？大概係5800。OK，嗱，呢個數字好重要啦，大家一路都話估計緊，哇！IRCC 最近批得好慢喎，喺救生艇上面，究竟係咪要批10年啊？甚至乎幾十年啊咁耐咧？呢度會有個啟示俾大家。OK，一年大概係6000個配額，由頭先嗰3個國家評分，包括埋香港。好噶，咁香港嘅個案而家有幾多度咧？香港而家個救生艇嘅個案咧，應該係大概都有幾萬個仲 process 緊嘅。如果你怎睇呢個數字，每年5800，甚至乎去到2027年進一步減少，去到4000。2027同2028年都係得4000。咁大家好心水清嘅，除一除就知嘅條數，講緊幾萬個 Hong Kong Pathway 嘅 application，咁就要幾年先至會消化到。OK，咁所以大家心理要有準備啦，唔會咁快真係會批晒 Hong Kong Pathway 嘅 PR。咁如果大家係想話，我會唔會有其他嘅類別？其實除咗救生艇之外，我可以有其他選擇咧，就可以睇翻頭先我同大家講過啦。French speaking 會係一個出路，每年都有3萬幾個 quota。OK，另一個就係經濟類別嘅移民，因為加拿大講緊過去幾年咧，嗰個無論呢個臨時居民人數或者 PR 人數咧，都係太多而影響到個民生，對民生好大影響。所以嚟緊幾年佢只係會集中翻 economic，為加拿大可以作出經濟貢獻，佢就會想吸納多啲移民。大家因為而家已經係可能喺 Stream A、Stream B
OK，你讀完書都可能有啲係攞咗 PGWP 已經開始喺加拿大工作，或者 Stream B 你已經儲咗1年甚至乎幾年嘅工作。咁其實今次呢個公佈咧對大家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因為除咗救生艇之外，大家其實可以入紙申請咧其他嘅移民類別，包括大家好熟悉嘅 EE 啦，EE 裏邊嘅其實就係亦都包括咗呢個經濟項目嘅移民嘅類別。可以用而家你已經喺加拿大工作嘅經驗去參加 EE，從而令大家嚟緊咧可以提早啲，有機會提早啲咧去攞到個 PR，就唔使淨係去等香港救生艇嗰個幾千嘅配額，相對於經濟項目裏邊一年有20幾萬個嘅名額喺裏邊。OK。好啦，咁大家話，誒，咁我究竟係咪可以真係喺呢個經濟項目裏邊參加 EE 而提早攞到 PR 咧？呢個大家可以咧稍後，如果你有興趣知多少少嘅，可以直接同我哋去聯絡。咁我哋會同你去傾一傾，睇一睇你個 profile，睇一睇你自己本身嘅 background 啦，喺加拿大嘅工作經驗啊，各類各類，幫你計算一下喺經濟項目裏邊咧，你會唔會有機會？咁過往其實我哋有啲客人都喺 EE 裏邊咧參加唔同嘅項目咧，已經提早攞到 PR 噶啦。咁當然法文都係嘅。我哋最早試過有客人咧，喺加拿大讀咗一年嘅法文，由零開始，都經過 EE 已經攞到 PR。所以大家唔係淨得救生艇呢個選擇，救生艇以外仲有其他選擇。個好消息係其他選擇，甚至乎個配額係大大增加咗嘅。OK，頭先 PNP 可能我未講多少少啦。PNP 嗱，你見到嚟緊2026年咧有大概92000個名額。如果你睇翻2025年咧，其實差唔多得一半嘅啫，可能得4、5萬到嘅啫。OK，咁大家就會知道啦。嗱，大方向成個加拿大政府點解增加 PNP 咧？因為 PNP 裏邊所吸納嘅咧，全部都係一啲咧可以有加拿大有工作，而嗰個工作咧為加拿大個經濟可以作出貢獻。OK，咁呢個會係一個好大嘅出路喺俾大家去選擇咯。有興趣嘅話可以稍後你 message 俾我哋或者俾電話我哋，咁我哋去同你再約一個時間，再作一個免費嘅諮詢，同大家去了解多少少，俾多啲 options 俾大家。